者用优美的舞蹈加上高难度的动作，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。这是稻草人舞团所创作的作品。好，稻草人现代舞蹈团呢，其实是在1989年就成立了。我在台南呢，其实我们在台南深耕很久。我1998年接手舞团到现在，然后一直从事现代舞的创作表演。那我们稻草人很喜欢观察社会现象，然后透过社会的这不同的面向，然后用舞蹈的方式呈现出来。演出的空间是舞团全新的排练场地，因除了伫遮创作排练新作品，更发起一项分享计划，以舞团经典的作品作为主题，透过座谈、影像，甚至是开放体验，让民众知影舞蹈是在做啥物。因为很多人对舞蹈，尤其是现代舞，都有那种莫名的那种恐惧或陌生感，就觉得好像看不懂啊，然后很艰涩啊。那我希望透过这个空间，那我们因为搬到这里来，然后那个空间因为很大，所以我们想要利用这个资源，让民众来，然后不用一定要去到那个艺术文化殿堂这么，先从这里来，先大家在这里习惯看舞蹈，习惯去享受舞蹈。之后，慢慢的，只要我们有兴趣，大家就可以去往更不同的空间去看表演。同时，舞团也增加展览空间，将舞蹈艺术透过展览来呈现。为今仔日开始，每礼拜六舞团会有一系列活动，欢迎大家报名参加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